家好，我係 Phoebe，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默主哥耶嘅經驗。我去過默主哥耶2次，喺2023年8月，我跟江志超神父去到默主哥耶。當其時我一個人參加呢個團啦，喺好機緣巧合之下，我能夠有機會參加呢個朝聖團。咁係記得喺22年突然間我有一個念頭，好想去默主哥耶。咁其實喺好多年前，其實我一路都好渴望去默主哥耶，因為我聽過好多人去完之後嘅生命改變啦，同埋好多美好嘅經歷，所以我一直都好渴望去呢一笪地方。咁當其時我係同大概50人嘅團員一齊去啦。咁當我記得收到itinerary 嘅時候呢，咁我其實有諗點解日日都去彌撒、祈禱、明供聖體，每一日都做同一樣嘢，好似好悶喎。咁但係當其時已經報咗名，咁我冇辦法，咁唯有頂硬上啦。咁喺去之前呢，我哋亦都記得我哋每一個人都要求做33天奉獻俾聖母媽媽。咁當其時我都有做，咁我將我呢個嘅朝聖團奉獻俾聖母媽媽啦，祈求佢帶領我，亦都係改變我。咁當到達咗默主哥耶之後，咁我記得每一日都參加彌撒啦，甚至乎2台彌撒添。咁但係呢，好神奇地，我冇覺得好悶啦，而且每一日都好期待去參與。因為每一台彌撒我都覺得好感動，好能夠觸動到我。同埋呢，我去到嗰度有一個好莫名其妙嘅平安。咁我記得當其時去聖母山啦，咁我聞到一陣好香嘅玫瑰花香味，咁係一陣嘅，即係好似行緊咁樣嘅。咁我當其時望下四周圍，其實一朵玫瑰花都冇。咁同埋我以為係當地嘅導遊搽嘅香水啦，如是者幾次我都聞到。咁我以為係佢哋香水，於是我好大膽咁樣問一問佢，你係咪搽咗香水？佢話係啊。咁我可唔可以聞下隻香水？咪好香。咁我當其時一聞，佢真係香水味，但係同我聞嘅玫瑰花香味係完全唔同。咁我就當其時問下佢，我話你有冇搽玫瑰花香味嘅香水啊？佢話冇啊，你過嚟聞下我啦，係呢一隻味。我話咦係，唔係呢隻味。咁我當其時我就知道，其實係聖母媽媽喺我哋團側邊嗰度行過。我當其時就覺得好感動，其實我即刻就流咗眼淚，因為我知道係聖母媽媽親自叫我去呢一笪地方，亦都佢話俾我聽，我喺度陪緊你啊女。咁另一個經歷呢，就係我想去十字架山啦。咁十字架山係比聖母顯現山仲更加高啦。咁當其時落緊山嘅時候，其實我個心好掛住嗰3個小朋友，我3個小朋友啦，因為佢哋仲係細個啦。咁我擔心緊佢哋返學其他嘅瑣碎事啦。有好幾次我都爭啲扭親，咁但係呢，好似突然間有個聲音，聖母媽媽同我講：你將小朋友交俾我啦，你要將佢哋交託俾我。咁於是我就知道啦，聖母媽媽，好啦，我將佢哋交託俾你，因為我知道你係會照顧得佢哋好好。當時我一講完呢句之後呢，咁我就開始一路落山，一路念玫瑰經。咁之後呢，一路都好順利咁樣落山，一次都冇扭親。咁呢一件事更加足以話俾我聽，其實我要將我心裏邊嘅掛慮擔心嘅嘢，尤其是我嘅小朋友呢，都要交託俾聖母媽媽，因為聖母媽媽會交俾天主，交俾我哋嘅主耶穌，所以我係唔需要擔心。
咁去完嗰次嘅朝聖之後呢，甚至返到嚟我都覺得自己有好大嘅轉變啦。尤其是聖母媽媽叫我哋做嗰5嚿石啦，包括係每一日要念玫瑰經啦，要每個月去至少1次辦告解，要每一日都要讀聖經，同埋逢星期3同埋5要做守齋。仲有要用心去參與彌撒。咁喺呢5個石頭裏邊呢，去完默主哥耶，我覺得容易咗好多去做。唔知點解，以前嘅我係冇可能起到身去望平日彌撒，但係去完默主哥耶之後呢，好自然唔使校鬧鐘都會自動醒，就好似聖母媽媽叫醒我一樣，我係會自動醒啦。醒咗之後又唔會話賴床啦。我覺得係真係非常之神奇，同埋好感恩。我而家係有個渴望去做呢5嚿石頭。咁至於第2次去默主哥耶係啱啱舊年10月，咁亦都係因應聖母媽媽嘅邀請啦，我去到默主哥耶。而今次好特別，聖母媽媽亦都批准我帶我其中一個小朋友去啦。咁我個女只不過係10幾歲啦，仲係好細個，咁我都覺得好出奇地佢會應承同我去。咁亦都係受住聖母媽媽嘅邀請，佢咁細個亦都識得講嗰度好平安。佢原本去之前呢都有啲不安嘅，但係去完之後同埋喺嗰度呢係睇得出佢由心裏邊感受到平安啦，亦都係好喜樂。咁喺今次第2次去默主哥耶嘅時候，我覺得好似返屋企嘅感覺，同埋我覺得我知道聖母媽媽喺嗰度等緊我，我係都好開心，好期待再去嗰度啦，亦都覺得係非常之平安。咁當抵達到嘅時候呢，我即刻第一個感覺就係聖母媽媽知道原來我心裏邊好冇平安，係需要返嚟再攞返啲平安。咁因為隨住小朋友大個青春期因為其實我自己亦都唔係咁適應啦，咁所以我亦都有好多不安甚至乎嬲怒咁嚟返默主哥耶嘅時候，我就知道原來我要將呢啲嘢放低，交託俾聖母，咁我先至能夠有返嗰種嘅平安。咁另外除咗都今次都再次聞到玫瑰花香味之外呢，有一樣嘢我就好出奇地，今次我望上個太陽嘅時候呢，亦都見到太陽喺度轉啦。我從來都冇期望過或者係期待過、要求過有任何嘅miracle 會睇到。但係我好感恩天主俾我睇到呢一件事嘅發生，好似就喺度安慰我咁樣，話俾我聽佢喺度陪住我。我想同大家講呢一個默主哥耶嘅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。如果你未去過嘅話，我誠意邀請你至少一生人去一次。因為呢一個係生命改變嘅地方，每一個人去完都有得到唔同嘅恩寵，有唔同嘅得着。有時候你改變咗你自己，亦都冇察覺得到。咁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去親身體驗去呢個地方，俾聖母媽媽攬住你，主佑。